如果你每日對住屏幕超過6至8個鐘，對眼成日覺得乾，呢幾個方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12 Minerals 呢個頻道，又係我 AI Jason，我係由加拿大回流嘅香港人。透過呢個頻道，我會同大家分享歐洲同北美都好流行嘅礦物鹽療法嘅經驗同知識，教你點樣喺日常生活中用簡單嘅方法提升健康。記得留到最後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多人都關心嘅主題，就係對眼啊！你知唔知手機有個功能可以計住你嘅 screen time 呢？你每日對住屏幕幾多個鐘？有冇超過8個鐘呢？你有冇發現對眼成日覺得乾，滴完眼藥水舒服一陣，但好快又乾？都市人長時間對住電腦同手機，眼睛長期暴露於高強度光線同藍光之下。原來專注望屏幕時候，我哋會少咗眨眼，淚膜蒸發加快，慢慢就會出現眼乾、視力模糊。深近視、長期戴隱形眼鏡或者曾經接受視力矯正手術嘅朋友，眼睛會承受較大負荷，加上年紀大，身體代謝同修復能力下降，眼部養分供應減少，眼部退化嘅情況就越嚟越普遍。所以眼乾睇嚟好似係小毛病，其實可能係身體發出嘅一個早期信號。首先，眼乾唔一定只係因為長期用屏幕引致嘅，年紀大，特別係女士們喺更年期後，荷爾蒙下降會影響黏膜保濕能力，而且香港空氣污染、塵埃、刺激性煙霧都可能令眼睛表面變得敏感。而當我哋長時間望住個屏幕，眨眼次數會明顯減少，正常每分鐘大約眨眼15至20次，但專注睇屏幕時可能減少一半以上。結果淚膜蒸發加快，角膜表面變乾，結膜更容易受到刺激。長期落去，眼表面會變得敏感，甚至出現輕微慢性發炎反應，唔可以忽視。隨住越嚟越多人關注眼部健康，市面上出現好多護眼保健品，佢哋主要係提供營養支持，就好似提供身體需要嘅原材料，例如一啲有科研證實對眼部健康有益處嘅營養，包括葉黃素、玉米黃素同 Omega-3，都係屬於結構同抗氧化層面，而礦物鹽就係屬於功能調節層面，幫助身體細胞更有效運用呢啲原材料嘅必要元素，令身體回復最佳功能狀態。輕微眼部症狀大致分為3種類型。第一類，乾燥型，主要問題係水分分布不足，常見特徵包括乾澀為主，有拉扯感，冷氣房特別明顯，晚上症狀加重，甚至視力短暫模糊。呢種情況可以考慮8號 sodium chloride， 佢主要幫助調節細胞同黏膜之間嘅水分平衡，支持淚膜穩定。第二類，發炎型，長時間用眼，眼睛可能會出現發炎反應，例如眼睛開始泛紅筋，有輕微刺痛感，望住屏幕多咗，情況會嚴重咗，就可以考慮3號 ferrum phosphate 加4號 potassium chloride。有德國礦物鹽專家建議一個 shock therapy， 即係話喺出現發炎症狀最初1至2小時內，每15分鐘輪流食3號同4號各1粒，目的係喺問題剛出現嘅時候，最短嘅時間內高頻率提供營養，支持細胞嘅自然調節。當症狀開始改善，可以逐漸延長至每30分鐘1次，再到每小時1次，如此類推。第三類，眼部神經型，呢種狀態同神經張力過高有關，常見表現包括眼窩悶痛、眼皮抽搐、用電腦時候會頭痛、情緒緊張時加重。呢種情況可以考慮7號 magnesium phosphate， 幫助放鬆神經肌肉張力，亦可以使用 hot 7方法，即係將5至10粒礦物鹽放入1小杯熱水慢慢飲，效果更持久。如果你發現眼乾已經變成每日都出現嘅現象，最好係從改善生活習慣開始。講2個最實際而且有科學支持嘅護眼習慣。第一，專家建議每20分鐘望20尺以外嘅物體20秒，目的係放鬆眼睛、調節肌肉、減少持續對焦引致疲勞。第二，當我哋專注睇屏幕時，眨眼次數會明顯下降，所以提醒自己刻意增加眨眼次數，幫助重新分布淚膜，減少眼乾感覺。第三，用雙手覆蓋眼睛，大約5至10秒，盡量遮擋光線，
讓眼睛喺完全黑暗嘅環境下休息，有助舒緩因長時間睇熒幕而帶嚟嘅視覺疲勞。呢幾個方法簡單，而且不費一分一毫，但要長期堅持先至有效㗎。總結今日重點：保健品可以提供營養，礦物鹽就幫助眼睛回復最佳功能模式。當然，改變生活習慣先係重中之重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礦物鹽療法日常應用，可以去12minerals.com 睇下。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 按一下鐘仔同埋留言，分享你嘅睇法。多謝收睇，下集再見。